丹纳斯风台造成台南溪北地区的农损甲建筑物的损坏严重，市府团队紧急动员，全力来投入抢修甲安置的工作。其中，台南市的旅宿业者嘛发挥社会责任甲无私的精神，主动开放空间，接纳灾民甲支援的人员，发挥大爱的精神。因此，市府上午嘛特别举办表扬大会，感谢旅宿业者的爱心。因为大家这么辛苦，提供了这么多的房间给救灾还有灾民来住宿，还有提供给民众来这个盥洗，好，这些都是有功劳的，哈，这是非常非常谢谢。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活动，大家不知道，没有公布这个数字，他还不知道有多少。刚刚提到是人数，如果一个人住，刚刚提到有住几天，住比较久，如果一天一个人算一个人次的话，那是远大于这个部分。这届总共有187间旅宿业者接受表扬，业者提供免费或者是优惠的折扣，和救灾人员甲受灾的民众，甲市府合作共同挺过风灾，和灾后的复原速度来加紧。未来市府嘛将陆续推出多项的活动，希望带动更多观光客来台南旅游，和台南的旅宿业等观光的产业有更较好的业绩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